1、2號功能，我哋做 completing square 揾頂點。咁 completing square 你一定有條式就係呢個 quadratic 嘅 function 啊嘛。咁我哋有 ax 二次加 bx 加 c， 我哋就入 a、b、c， 咁就會直接計到個 vertex 到頂點嘅。呢一種題型咧 DSE 你知道佢有個英文字母阻住你讀唔到機嘅。我哋就作呢個未知數做1萬。其實之前有條片咧教過大家你想重溫翻去睇翻。咁嚟呢個有 h 噶嘛，咁我當 h 係1萬，要多個 program 就得㗎啦。你又可以試一試嘅。嗱不過咧，我上次解釋過。你有個準備步驟嘅，個準備步驟你寫一寫先啦，就係第一步就寫翻 x 以前，因為而家冇嘢抽出嚟嘅呢度，冇嘢抽。第二步就寫翻括弧 x 3括弧以前，咁第三步你而家就可以寫個 vertex， 咁我哋會調翻轉先讀機計個 vertex 嘅，咁我哋一撳機啦 ，program 1嘅2號功能，咁我哋打翻咧 A、B、C 嘅3個數，咁 A 係1啦，依家入咗1 ，B。負括弧4h 加6，咁我哋就照打負括弧4嗱 h 係1萬啊嘛，咁我就4乘1萬或者4萬啦，你自打。咁加6嗱照打得㗎啦，跟住後邊咧就係呢一個4h square 加 10h 加15，咁我咪照打4乘1萬嘅2次加10乘1萬加15。好，睇出啲咩啊？嗱第一個咧出咗20003。咁20003大家識唔識解讀咧？我講過嘅另一條片，咁你唔識你睇翻啦。0003即係代表佢加咗3嘅，咁所以個 x 座標應該加咗3。如果我冇咗呢個3咧，係2萬嚟噶嘛？如果冇咗呢個3，咁2萬咪即係2h咯。個 x 座標就係2h 加3嘅，咁跟住撳 y 座標啦。嗱 y 座標呢個咧就負19994，咁呢個可能有少少難。咁首先咧有個負號咧。我會建議大家先寫負括弧先嘅，然後你就揞住個負號，睇19994，你見到9994就減咗啲嘢，減咗6嘅應該，咁因為你減完6就係994㗎嘛，2萬減6，咪其實咪994，知道咧？呢度係減6嘅，但係留意記住有個負包住佢，呢度減6，994要加翻4俾佢先嘅，你要睇翻原本係咩？原本係2萬。即係加完4之後，sorry， 加完6之後2萬，咁其實咪即係2個 h 咯？呢度係2個 h， 咁就係2個 h 減6，其實就係19994啦。留意啦，因為呢個負咧，其實我哋唔會咁寫。依家咧，如果我將呢個負拆翻佢，就應該係負2h 加6嘅，然後變翻加，就知道成嚿嘢就係負2h 加6。read 到個 vertex 啦，我咁琴日教過大家啦，你反轉補翻上面啲步驟嘛，咁點補啊？首先你就將佢減翻個 x 座標啦，呢度要括住嘅，減括弧 2h 加3，咁跟住後邊呢個y 座標就照抄嘅，咁我哋照抄啦，負2h 加6，咁再褪上去係點啊？就係拆咗呢個二次方佢，減2h 加3嗱，因為呢個 identity 嚟嘅，恒等式，你爆開個括弧係 x 2次減2乘 x 乘 2h 加3啊嘛，跟住就再加2h 加3，講過啦，你要抵消呢個嘅一定要，咁所以減翻佢，sorry 留咗2次，係啦，呢個2次，咁我減翻呢個2h 加3嘅2次，我哋一定要抵消佢嘅，好，但係未做完，記得咧，我哋睇翻條題目咧呢一度。後邊有嚿嘢個題目，呢一個4h square 加10h 加15，咁你係要再抄翻落嚟先得嘅。咁所以我哋再寫埋加4h square 加10h 加15，呢個就係個完整嘅步驟，明白？咁我哋你用計數機篤咗個頂點先啦 vertex，然後你就向上去補翻啲步驟。